各位兄弟，牛仔平安。哦，感谢上帝吼，各位来，互我甲阿莲有即个机会吼，等来咱的当中吼，用咱的母语吼来敬拜上帝吼。每件等来咱台语教会时吼，拢有一个讲袂出来的亲切感啦吼。就像我顶早讲的吼，免坐飞行机，就是等于遐高雄吼，就是看咱的亲人吼。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吼。然后来。26人，大家知影26当前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无？吼，伫半暝的1:47吼，咱台湾全岛开始天摇地动。短啊1分钟搁46秒的时间吼，造成了有2415人吼受难，有29个人失踪，搁万外人受伤，搁另外有51000几间的厝中倒，然后53000几间的厝半倒。这是咱台湾第二次大战了后伤亡上界凄惨的一件的天然灾害安尼啦。咱当时有人伫台湾的无？有吼，安尼就知影吼，对。啊是有亲人吼，因为这个灾难吼，这个地震受害的无？吼，真正对咱台湾来讲，迄是真正真疼痛的一件代志。到今仔日吼，咱美丽的报道咱的故乡报道台湾吼，也是共款吼，去承受着这个。吼，天灾甲人祸安尼，伫安尼的同时，我嘛想到一个为主的缘故，深深着疼着咱台湾人的人，迄个人就是马偕牧师，因为伊疼痛咱台湾人，要来传上帝国的福音。搁有今仔日伫咱的当中，马可牧师甲路德牧师娘伫咱的当中是毋是？来咱。哈利路亚！咱嘛是感谢因，用因的性命，安尼几十年伫台湾，来疼痛咱台湾人，来咱台湾传福音，真正是感谢因，然后伫2004年时，迄阵我伫新学院，上帝用伫2002年时，上帝用马偕的故事，来感动我出来全时间来服侍。然后尾伫2004年，我就有即个感动，用这个马偕的墓志铭，伫蒙牌的后壁的一首诗，来做客，今仔日嘛要来甲大家分享，嘛愿意讲马偕的精神，继续伫咱的当中，咱嘛祈求感动马偕，牧师的圣神，嘛来加倍来感动咱，互咱会使继续伫为咱的。骨肉同胞的得救，来打拼，来奋斗，阿免。甲大家分享这首歌，这嘛有这歌词歌谱有分了大家大家嘛会使做伙来唱。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一生的欢喜拢伫这，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啊。我心要当我你的台湾啊，我的人生拢总献予你，我一生的快乐拢伫这，我心要当看你的台湾啊。我伫云雾中看见山岭，对云中溪空愿望全地，无浪大海遥远的对看，我以爱这遥望无山。望我人生的山。
当的因也来，找着偌多后的故乡，找着偌多后的故乡。哈利路亚！感谢主，真正是倚当咱台湾人，一代搁一代兴起伊的福音来。我想这首诗应该是这个马介博士咧爬观音山时对八里坪看到转来淡水所看见的。哈利路亚！好啊，咱今仔日咱搁要继续咱顶一摆的题目咱讲咱讲到耶稣过活了后用40天的时间来甲门徒补习甲复习啦，重新来教导因免会使好好来为伊做见证的工作甲做好。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一世人的使命。伫40天内面耶稣伫知情意、伫知识、情感甲意志3方面来重新来建立门徒。这嘛是咱做每一个要甲基督徒的角色做好，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需要的3个要素安尼啦。第一，咱来确实来知影讲咱信的是啥物。第二，咱嘛爱听，咱嘛爱爱，咱嘛爱去珍惜咱所信的。第三，咱嘛爱有坚强的意志，来行出咱所信的。所以讲耶稣伫过活了后，第一要紧的代志，就是咱今仔读的，来讲说上帝国的代志。是咱要讲，是咱要说，因为要互咱知影，来互咱知影讲，咱要进上帝的国，一切所应该爱知影的代志，然后伫经文内面，咱嘛看到，国活耶稣从旧约圣经内面，来预言伊的经文，拢甲解说清楚。所以讲，咱今仔日所以讲当时这个使徒门徒会使完全明白这个旧约圣经内面在关于耶稣伊的经文。所以讲伫这新约圣经内面，咱嘛看了真济来引用这旧约圣经的这个经文，来证明讲耶稣毋那是过去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的救主，嘛是咱全人类的唯一的道路、真理、性命，伊无透过伊，无人会使去上帝遐。感谢主，国活的耶稣来教导了门徒，所以圣经的真理会使透过这个教会2000年安尼一路传承落来，到今仔日，咱做成台湾的基督徒，台湾人基督徒，咱嘛会使知影，咱嘛会使相信。像这知知识这是咱信仰内面一个真重要，唔系使上重要的根基啊！咱来透过圣经来明白上帝，阿免。我想咱顶礼拜我大概拢看了这个这个故事就是咱的兄弟这个 Charlie Kirk 的代志安尼。咱看到伊做上大的努力甲贡献，就是甲上帝对咱人的心意，甲圣经一些真理甲应用来讲出来，来互人知，对不对？这嘛是撒旦魔鬼修得上无愿意看见的，所以讲就互人来害伊的性命。咱真正是看了真正是足唔甘的啦。但是伊虽然死啊。咱知影，伊已经安歇伫上帝的内面。上帝嘛必然来用伊的见证，来兴起更较侪人来继续上帝的工作。阿免。这个人可能嘛是死，嘛是你，嘛是我。所以讲，在座的朋友啦，咱的兄弟啊，你到底知唔知？
你到底知唔知？你知影讲，这天地中间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嘛创造着你，咱的天父上帝。你知影无？你知影伊听你无？咱真正去了解上帝甲咱的性命无？咱来了解，咱一定会认真，来对待，咱的信仰。总是这句话啦，这个千金买无，早哪知啦，我希望咱在座的人，真正每一个人，拢会使，早就来知影，咱生命内面，上重要的代志，愿主来保守大家。好，安尼咱要来继续，咱故事的发展，耶稣中见了这个门徒对伊的明白了后，嘛来第二来中见，因对耶稣的听，特别是来消除因因进前伫这耶稣要用掠去定12个以前因拢放杀这个耶稣的迄个罪恶感，特别来向门徒来展示讲，伊听因。其实这个耶稣过完了这个门徒佮走去这个重操旧业啊，佮做个工课啊，佮等于因信主以前做个工课啊，这是记载伫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内面啦，咱看到彼得佮等于掠伊啊，而且呢，佮带伊的三兄弟做伙去这个因为咱时间的关系这经文大家小看一下这是耶稣第3摆来向门徒来显示。然后伫这个约翰这个21章内面咱看到耶稣并无感责备，讲哎呀，恁来这个无去做工传福音，佮走去咧讨海掠鱼啊，伊讨鹅啦，迄是加利利海是鹅啦，而且呢，唔但呢，耶稣伫迄个早起，佮为因来做早顿。所以讲阮做牧师的嘛爱学习办料理来请会友啦，是毋是然后这耶稣叫因来食饭的时阵因拢唔敢经文讲唔敢其实是歹势啦。问讲耶稣问耶稣你谁啦？因当然这看了变相的耶稣这国外耶稣一定是较无共款你歹势去问啊。就亲像囡仔这一个囡仔去偷食糖啊，去用掠着安尼，哎呦歹势到歹势到那佮刷落去呢食饭饱了耶稣有三摆来问彼得讲你听我无？这个进前伫耶稣互出卖迄暝这彼得三摆来无认主。来做一个对比安尼啦。我想这个彼得伊心内这伊3摆来无认主佮耶稣讲着，伊这件代志一定伫伊心内面有真大一个痛痛伫遐啦。那伫遮呢咱看到耶稣先来甲彼得表达伊对因的耶稣对彼得的听，因为你看家做早顿嘛，来款待，互伊安心。咱这食饭，你知无？种食饭是真重要的咱有当时哎呀，这个甲什么人这小可有爱叫来啦，食一杯咖啡咖啡啊来食一个饭的啦，有话好说啦对不对？咱拢是上帝的人，上帝拢已经了所拢赦免我的罪嘛，赦免你的罪咱搁伫遐咧伫遐心内有疙瘩要创啥？所以讲透过食饭这个。来耶稣来讲彼得安娜，我无咧甲你计较。然后过来伊甲问彼得问讲，你有听过无？为什么？因为要来甲叫醒讲伊对耶稣会听。你大家想看觅那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讲，你有爱我无？你感觉伊是咧表达什么话？我想在座的太太拢知影我记我打结婚时阵阮太太这阿莲就常常问我，你有听我无？你较听恁老母还较听我对，这有无？大概有捌问过无？哎呀，我即马61岁我终于了解其实呢，一个人会去问另外一个人讲，你有爱我无？
虽然讲可能足生气的啦，你到底有爱我无？其实吼，一个人会对另外一个人安尼讲的时阵吼，伊是咧表达讲，我足爱你的呢，你来无我感觉你爱我，有影无？各位这在座的，若有这个经验的野手，哈利路亚！咱台湾人可能歹势野手啦，对，所以讲耶稣伫即天，来过一摆，因讲你爱我无？来表达伊对彼得的爱。所以来，甲你边仔的人问，你有爱我无？你有听我无？有哦，哈利路亚！对，而且唔若讲即个耶稣来用透过讲你会听我无？来表达伊对彼得的听，佮互彼得来牧养教会的即个足大的责任嘛。伊讲你爱来牧养我的羊，你来饲我的羊啊。佮上尾啊，佮讲来，你来跟对我吧。其当年我咧心内咧想讲有这感动讲到底要出来服侍无？要专时间出来服侍无？这上帝嘛是伫一摆内面透过异象用这段经文来甲我讲我会使出来服侍伊啊。像这段经文对我完是真大的感动安尼啦。所以讲上帝是听。我想这是基督教咱的信仰，甲其他咱以前接受的宗教内面上大的无共，嘛是甲咱文化咱的文化爱你在心口难开，有无？这上大的无共的所在啦。我以前伫清水这拜观世音、拜妈祖，从来都无讲了，这讲爱听。阮爸爸真听我，但是。伊一世人我毋捌听，我毋捌听过伊讲炳宏我听我爱你，我听你，毋捌啦。所以讲咱做了基督徒了咱一定爱莫讲歹势甲听讲出来，一定爱表达出来。阿门。来甲你边仔讲，哎呀，我听你。哎呀，我听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文化上大声真赞，对啊，真正这个爱一定要表达出来，一定要讲出来，无讲免会知。有人讲你讲伤虚伪啊，毋是，这讲的，这真正，这咱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所以大家这爱知影。而且呢，一个毋知影上帝听伊的人是无法度去听上帝啦。所以在座咱若有未信主的朋友，你知影无？上帝听你呢。我3岁的查某孙，伊就知影，伊个常常唱歌互我听。Jesus love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咱台语哪唱？耶稣听我在明，因为记载伫圣经。这首歌我真正是我来唱这首歌，我就想到黄妈妈国中的妈妈呢。我去探望时，大概拢爱唱这首歌。伊做囡仔的时，人带伊去教会，然后唱这首歌，伊就一直记啊，记到90几岁，咧唱咧唱会出来。种真正咱听爱讲出来，听爱讲出来。那圣经嘛，甲咱讲，若有人听上帝，这个人是上帝所知影的。你听上帝，上帝就就加倍来听你。像在座的兄弟，在座的朋友，真正咱大家拢爱来互上帝听。其实上帝已经听咱啦，唔对？伊互咱有性命。各所有需要一切，毋是？咱徛里庙真正是有够幸福的啦。阿门。我即马牧养喺教会内面有90%几，拢是对中国来的兄弟，因为讲恁台湾有够幸福的，会在自由来敬拜上帝。所以讲听上帝，听人，嘛听咱所信的。这是要做好基督徒的第2个要素。好，那即马呢？你已经，对不起。所以讲，你即马你已经知影，你已经知影讲，这个你明白上帝啊，你嘛听上帝啊，但是这2项佫无法度，互你
来真正会活出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上帝的囝儿的款，是安那？因为像咱头仔咱提到咱讲，因为咱有罪性嘛，咱无想要做的，咱想要无要做的歹代志，歹代咱去做，咱想要做好的代志啊，咱行袂出来。甚至你嘛捌听过即款的话无？问人讲，哎哟，迄款人啊做基督徒，安尼我甘愿歹信。迄款人啊去教会哦，安尼我甘愿歹去教会。就捌听过无？真见效嘛。但真侪时阵咱也是会做出来互上帝会为咱见效的代志啊。耶稣深知影即点咱的软弱，咱的软弱，所以讲伊帮助咱，互咱有会使行善的即个意志甲能力，就亲像上帝希望咱会使做好即个心意共款啊。伊是安怎做啊？耶稣是安怎做到的？圣神，是上帝的圣神来赐予咱有力量，互咱会使做好基督徒。来为耶稣来做见证，这幅图是为着这个五旬节迄天发生的代志，圣神降临，我想大家拢知影。那咱今日读的经文内面，是这个耶稣要伫橄榄山，要登去天顶以前，甲门徒讲的话，嘛是耶稣对咱的保证安尼啦。伊讲，伊第4节内面伊就先讲啊，讲恁唔通离开耶路撒冷。你著爱等待，这个父所应允的，就是圣神安尼，你爱领圣神，圣神若降临伫你的心上，恁就会得到能力，有法度去天边海角来做耶稣的见证。所以讲圣神的能力，是互咱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真重要的要素。那这经文也真趣味啦，耶稣一开始就讲，唔通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要来强调咧？伊就讲来恁著来等待上帝应允安就好啊。伊现在要来强调讲，唔通离开耶路撒冷呢？因为咱头仔讲的对嘛？在第一摆会搁有一个阴暗，就是耶稣讲即句话会前40天安尼耶稣其实有吩咐因讲恁著爱伫城内面来听候。直到恁领受了对顶头来的气力，就是圣神。这是伫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遐，大家会使去看一下。结果门徒唔听话啊，对吧？耶稣那佫无去安尼就走转去老家去掠伊安尼所以讲即件耶稣就不厌其烦佫甲因讲啊恁唔通离开耶路撒冷爱等候爱等候你爱听候你才会得到圣神的降临，才有这个能力来为我来做见证。所以各位兄弟，圣神的能力是咱基督徒要活出咱基督徒应该有的使命，做耶稣的见证一定爱有的。阿门。这真正重要。所以兄弟，你有这个对圣神来期待无？你有对圣神来这能力，然后来为国外主来做见证无？其实上基本的这见证就是咱的信主，甲咱生命的改变。唔通就是讲咱比别人较巧，咱才会信主唔是咱圣经甲咱讲咱的信主拢是上帝的工课，是上帝赐予咱有能力才会使来认罪悔改信耶稣。阿免。无以前我伫凤山高中咧读时阵阮咧街仔路就迄阿督然后阿督是，对，像马克牧师安尼因就今日路穿白衫然后这个身躯派一个大个放上头然后遐游行，讲世间人拢犯罪啊，你拢是罪人，你哪悔改，天国近了。迄阵我看咧拢足切安尼你骂大街啊安尼对吧？我这乖囡仔对不对？我拢足听阿爸拢听老师的话啊，对不对？我哪有啥物罪所以讲咱会使认罪会悔改会使来接受耶稣其实拢是
拢是圣神会做工过。好，当然咱嘛是爱接受，吼，爱来顺服圣灵，吼。所以讲，咱亲爱兄弟，吼，咱的性命甲生活，吼，咱有活出的圣神，吼，跟耶稣各活会大关联无？若是无，那就是一定讲咱吼甲上帝的关系吼有出问题啊！吼，你若是生活吼软弱无力，吼，那甚至找无方向时阵，吼，咱就爱好好来想讲是安尼。咱当年当信主时，毋是哦，心中安尼哦，足平安、足喜乐的吗？啊，那今仔日变甲遮凄惨，吼，对啊，吼，所以讲，咱就那有安尼时，咱就要紧哦，搁转来听咱的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吼，求主吼，搁互咱会使重新哦，搁徛起来。啊，搁有吼，咱来注意吼。你要知影讲，你要安怎知影讲，你有得着能力，还是无？哦，爱试看卖才知啊。哦，就像讲哦，咱手啊，鸡肉对不对？吼，鸡肉台语要安怎讲？鸡肉吗？你知影我意思得啊？吼，咱手的鸡肉有力无力？吼，咱来去压看卖对不对？哦，这压有法，压无法对不对？哦，爱试看卖才知啊。吼，对不对？咱来跟他听，吼，跟他讲。啊！你无去做，吼，这性情的力吼，佮互咱较济嘛无路用啊！而且吼，咱的鸡肉吼要有力吼，嘛是爱去锻炼的。过月节等下甲我教一下吼，到底要安怎讲？吼，咱手骨要有力吼，嘛是爱去锻炼啦，吼，对不对？吼，属乎咱的性情的能力吼，嘛是爱靠信心吼来操练，吼，才去行，才会发挥出来。吼，我想这个马可牧师今仔日遮吼，伊制作转来吼，伊就使甲咱讲啊，吼，伊伫工场面顶，吼，伊伫宣教的所在，吼，伊安怎做，吼，神搁哪搁互伊开展，我想是安尼啦，啊，无可能讲伫台湾踮遐久啦，吼，我若去哎呦热到要死，我转来美国找恁去好啊，吼，对啊，吼，伊甘愿会伫遐安尼做遐久，吼，绝对有信心，吼，伫伊身上，而且信心互伊能力，阿免，阿免，吼，真正咱。真正是足欣赏的啦，吼，咱嘛爱安尼做，吼，咱爱靠信心来去操练，吼，咱的信心的能力，吼，去行，去发挥出来，才会愈来愈有能力啊。所以讲，咱听道，吼，咱爱道，咱嘛爱行道，这才是真道啊。好，我们听到，我们爱道，我们还要行道，这才是真道。阿门。好，个耶稣呢，这个要登去。天顶以前嘛，吼，伊嘛甲咱颁布咱这所谓大使命，吼，叫咱讲，恁爱去，吼，互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吼，奉爸囝吼圣神的名感谢你，吼，我若我吩咐恁的，恁就爱教训因来遵守，咱是凭什么会使做到这个？凭着上帝的同在，当咱按耶稣的即个吩咐去行的时阵，伊要甲咱治地，圣神要甲咱治地，咱就有对着耶稣，对着圣神，来带伫咱生命内面的即个开力，互咱来互能力甲因带。这个绝对不是老生常谈，这绝对是一个真理。所以讲，咱希望咱兄弟真正咱真正爱去操练安尼啦。大家请注意有真侪时阵圣神若要叫咱去做一寡代志以前会先互咱感动，而且这个感动呢会透过圣经的话来互咱知影讲这是对上帝来的感动啦，毋是讲你家己一时冲动啦，这就是伫咧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面顶所讲的，伊讲20节，伊讲。你唔通去藐视这先知的讲论，因为上帝的话就是要互你知影啥物？知影上帝对你的心意。你知影，你嘛明白上帝照着先知的讲论对上帝的话了后，通常这过来的就是咱一款的感动啦，这个圣神的感动啦。
我想大家拢有这个，拢有这个经验。哦，咱伫主日哦，听上帝的话，吼，听讲道时，哎，听下，哦，听有这个感动，对不对？哦，而且咱也知影，吼，这个感动，吼，是带有圣神的能力的。就是讲，你若是照着圣神的感动去行的时阵，吼，圣神吼就会来帮助你，哈，来完成讲上帝要你做的代志。我想我出来传道这20几冬，吼，我就真正有深深有这个体会。哦，真侪时阵啊，这个带教会真正是哦，真艰苦，真困难啊！真哎呀，主啊，我莫做啦，你找别人啊，别人较熬啦，我袂使啦。哦，真正唔知偌久啦，啊，个上帝就讲啊，来乖乖小朋友回来坐好，不要乱动。哦，啊，所以较今仔日安尼吼，所以这嘛是帖撒罗尼迦所讲的，吼，19在讲的，你唔通去消灭掉吼圣神的感动啊！吼，中文这个圣感动这2字吼，翻译得真好，先互你有感，吼，安尼有这种心内一款感受，啊，过来就安那，就爱去叮当啊，吼，而且这感受是安那，大家无共款啦，且每一个时阵无共款，有当就感爱烧烧，哦，甜甜，对不对？有当这个感动，互你想要哭，哦，有当时啊，这感动吼，会互你这个起鸡母皮。反正就系，互你心内有这个有这个感动就对啊，吼，心有灵犀啦，吼，就是啊，你心内这个情感吼，去有这个圣神来触动啊，吼，这是咱头我讲的第2项，吼，就情感安尼，吼，啊，就感嘛要有动，吼，动，这是今仔第3讲的第3项啊，意志安尼啦，所以讲各位兄弟。你有去感受到圣神的感动无？你是顺服，也其实消灭圣神的感动咧。吼，雅各书嘛安尼甲咱讲，啊，咱大家做来读一下好无？来，请。身躯无灵魂是死的，信心无行为嘛是死的。就是讲，咱若消灭圣神的感动，吼，无去行，明明你知影讲上帝要你行的，安尼你的信心是死的。就是讲，你可能毋是真心咧信上帝。啊！你若无真心信上帝，当然你就无法度去得到讲上帝要互你的。啊，这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吼，咱常常爱反省的、反省的，吼，愿主来帮助咱。大家知影伊是啥物人无？吼，伊即句话是伊的座右铭，伊讲听毋是咱要去的方向，但是是咱要出发的所在。吼，伊是互咱。台湾人吼，甲叫做讲超人医师的台湾族的医师吼，于超斌。伫几工前吼，9月18号吼，伊伫台东的厝内面来过身，才58岁，比我细汉3岁。吼，即个台北医学院吼的毕业的高材生，伊本来是伫即个台南的基美病院的急诊室内面的医师啦。但是伊35岁时阵，伊选择伊等于伊的故乡台湾，台东的达人乡，用23天的时间，来守护咱这个南回公路，对红港甲大武这条山路内面，有超过3万有4万几个这个原住民，因部落内面这原住民的健康安尼啦。伊就讲啊，这是一条上帝带领我行的路，我无别的选择，我敢若会使一直行落去。吼，伊知影上帝的旨意，伊嘛用圣神同在意志来行出伊所信的。为什么？因为伊听，因为伊有上帝来听。咱大家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度讲伤济吼。咱大家使去网上吼，去甲找一个吼，伊感动人的故事啦。吼，伊个讲吼，跋倒吼是上帝磨练啦，可能互我会使搁较来接近病人的心啦。因为伊伫39岁迄年吼，因为实在是做啊伤忝啊，中风倒落去，结果就伫即个急诊室内面，家己倒落去，我爱互救安尼啦，结果尾啊伊就半身不遂啊，即个可能用要甲拍倒啦，伊倒伫病床面顶时，伊就甲上帝讲啊，哎呀，上帝你若干脆互我死就好啊啦！我安尼半身不遂，嘿，我会使搁为我的族人会使做啥物代志，搁负担嘛。但是伫基督内面，伊去体会到圣经的真理，
上帝甲伊讲，我的恩典有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面顶来显得显得完全。伊安尼意念一换，伊安尼这虽然艰苦，虽然半身不遂，敢若遮伊共款，佫徛起来，佫继续来做，甚至半年后，伊就牙乖啊，就佫转去看诊啦。伊佫甲人讲你毋通叫我超人牧师，超人医师啊，你要叫我帅哥医师啊。对，所以这是因为我真趣味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尾2919年伊佫去确诊第4期的鼻咽癌，然后伊个癌症呢4件佫发作安尼啦。但是伊也是坚持佫笑讲我即摆我是病人来照顾病人。真正是看了伊的一生真正见证了基督的爱是安那来作为伊的服侍的起点，一个人会愿意为着疼来摆上一切直到伊性命的上尾一个时阵，伊即摆咧推动讲有一个南回伊病院安尼啦，即个大家要做了当然今仔日咱来纪念即个知情意全备的上帝的仆人时，咱嘛爱想上帝会来听，咱要安那继续来甲传落去。所以讲咱爱有完整的知情意3个方面来真正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因为时间的关系，这3个要素的实际甲应用咱会留伫咱的主日学时阵再来讲。欢迎大家留落来安尼若是袂来留落来，还是网顶的即个网上的弟兄姐妹阮看录影袂再搁甲恁分享安尼啦。总是耶稣基督搁活了后，用40天的时间，就是第73方面来翻转门徒啦，来预备他们，咱嘛爱咱来安那，咱爱伫知情伫知识面顶，咱爱真正明白咱的信仰，明白咱的主，知影主是可信的，阿门。伫情感方面，咱爱听咱的主，咱爱知影伊听咱，为咱写伊的性命 ，OK， 要搁为咱过活，阿门。伫意志面顶，咱嘛爱做出一个主的门徒应该有的行为，就是咱一世人爱容神益人。然后知识，是魂的活动，情感是灵的活动，意志是身体的活动。所以讲，知情意、灵魂体，这是咱全人的投入。上尾问大家，请问什么是上大的诫命？就这个，咱来做伙来读者你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有当时咱读就这心性意啦，到底什么？英语就较清楚心就是 heart，性就是 soul，这是算这灵的活动。意呢，意志，这意呢，不是意志，是意识，英文 mind，这是知识方面的。that strength 就是意志，知情意，甲咱的上大的诫命，就是拢共款。咱有无？咱每一个人，咱来问咱家己，咱有无？愿主真正来保守咱，会使真正知影伊的心意。咱应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好吧，咱做伙徛起来，若是会使徛起来，咱做伙徛起来，咱来唱这首诗歌。咱每一天，咱拢来到主的面前，来恳求伊，互咱伫知识内面会使更深刻来明白伊；伫听内面，咱会使更虔诚来敬仰，互咱会使更紧来面对。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声咱的祈祷。敬虔心敬听你。
好。